弟兄姊妹朋友早晨，主內平安。感謝天父俾我哋上個禮拜可以順利完成咗1年1度嘅成員年會，亦都感謝弟兄姊妹踴躍參加，讓到我哋政府嘅要求人數可以達到順利完成。咁仲要感謝幾位嘉賓講員喺過去嗰幾個禮拜嘅幫助，先至可以順利處理晒所有嘢。我哋感謝主。今個禮拜咧又到咗我哋分享馬太福音嘅主日。咁喺開始分享之前呢，讓我哋同心禱告。慈愛天父，感謝你俾我哋嘅一切預備，讓我哋更加清楚知道你係掌權嗰一位，萬事萬物都在天父你嘅手上。我哋都為最近有好多地方受到地震嘅天災禱告，求主憐憫，求聖靈幫助災區受影響嘅家園，減低人命嘅傷亡，亦都幫助佢哋重建社區。求聖靈同在，打開我哋嘅心去聆聽天父你對我哋所講嘅說話，俾我哋嘅教導都能夠銘記喺心裏面，喺日常生活當中行出嚟。以上禱告奉靠我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感謝 Rina 啦，幫我哋讀出今日咁長嘅講道經文，比我預期快咗3分鐘，好厲害。咁琴日咧，佢係準備放工嘅時候咧，咁喺工作嘅地方跌親啊，咁仍然幫助我哋履行呢個讀經嘅服事啦。咁請大家喺呢個司徒當中紀念，求主看顧佢快啲好返。嗱，今日嘅講道經文咧就係接住上個月所講嘅，咁就提翻少少上個月講到邊啦。咁咧就係講到有一個少年財主啦嚟到問主耶穌點樣先至可以得永生呢？主耶穌就提出，若要進入永生，就該遵守誡命。主耶穌就勸喻呢一個少年財主啊，若果要作完全人，就要去變賣所有，分給窮人。最後少年財主憂憂愁愁咁就走了，因為佢嘅產業很多，咁只靠守律法、遵誡命呢，我哋其實冇一個人呢可以完全做得到。最後主耶穌就望住啲門徒，佢哋就講咗一句金句，我哋成日都講噶啦，在人這事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咁就係話要返到去父嘅身邊，係要藉住主耶穌，人先至能夠得救。就喺咁樣嘅背景之下呢，就嚟到今日嘅經文啦。咁於是呢，彼得就回應，問咗一條問題喎。咁呢條問題就係咁嘅，接住上面頭先講嗰扎嘢啦。咁跟住呢，彼得就對他說：嗱，呢個他呢，就係主耶穌。佢就話：你睇，我哋已經捨棄一切跟隨你，我們將來究竟會得到什麼呢？好啦，得到咩呢？信耶穌得乜嘢？水牛，係啦。跟住耶穌就對門徒講咗2句好重要嘅説話喎。咁嗱，我哋一陣間咧就會再詳細啲講一講。咁但係第3句咧就講到，然而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呢個咧就係和合版嘅版本嚟嘅。咁環球聖經譯本咧就係講到最前同埋最後。咁英文咧就係然而嗰個字咧就譯做 but 嘅。咁喺中文嘅用法咧，然而呢個字咧就係一個連接詞啦，就表示意思上係有一個轉折，跟前面嗰句嘅意思係有相反或者係啲相對嘅內容。咁究竟主耶穌講呢第3句嘅説話係咩意思呢？咁其實咧，主耶穌咧就係跟住咧就係要解釋呢一句説話。咁經文咧落到去咧就係去到第20章噶啦。咁呢個環球聖經譯本咧就係在最前最後嘅意思。咁去第20章咧第1節咧，係啦呢度第1節咧喺和合本或者和修本咧都有翻譯到因為呢一個詞嘅。咁就係對上文作出進一步嘅解釋，表達呢個事件嘅原因。咁主耶穌就喺第20章1至16節咧就講咗呢一個葡萄園工人嘅比喻。咁嗱，我哋就自從2020年開始，我就講主耶穌嘅比喻系列啦。咁嗱，
嗰個葡萄園工人嘅比喻呢，就係喺2021年2月第3個禮拜呢就講過嘅。咁亦都可以，大家如果想再聽翻呢，就可以翻到去教會個網頁喺成員專區呢，就嗰度呢可以聽得翻嘅。咁嗱，根據聖經學者喺啟導本嘅講法呢，咁我哋今次呢一段呢就講重點。重點呢就係呢一個比喻呢，就係指出神嘅恩典係會同樣賜俾後來嘅人，包括不屬猶太選民嘅外邦人，同樣被神接納，而且不分年齡。無論你係幾時相信主耶穌，接受主耶穌成為人生救主，同樣得蒙上帝嘅恩典。喺神嘅眼中，同樣係有價值，連之不是定價值嘅標準。咁喺呢一度呢嘅原主或者叫家主啦，即係個主人呢，就係尋找人嘅上帝。佢對人嘅慷慨，但係亦都係好公道。我哋得救並不是靠自己嘅功勞，乃是神嘅恩典。無論我哋係好年青嘅時候信主，我諗在座都有好多位係好年青嘅時候信主，咁啊可以開始喺神家後服侍，還是我哋去到中年或者年老嘅時候先至信主，同樣都能夠進入天國。咁有人可能會問啦，哇，咁我咪玩多幾年，玩多陣先，等我繼續做下自己想做嘅嘢，繼續去即係飲下酒啊，打下牌啊，賭下錢啊，縱情聲色啊，繼續自己掌舵自己嘅人生。等我老啲先至信主，咁又得唔得呢？嗱，咁啊好認真勸喻大家，千祈唔好咁樣諗。第一，我哋冇人知道究竟意外同信主邊一樣嘢會快啲發生。人係咪一定有把握自己一定趕得切呢？咁就好抱歉，應該冇人會知嘅。第二，如果我早知道信咗主之後係咁平安、咁喜樂、咁有依靠，我即係講緊我自己啊，我就寧願我早啲信主啦。即係有一句説話，早信早享受啊嘛，係咪？咁就好似經文講到清早，即係大概早上6點鐘開始計嗰一班，或者早上9點鐘嗰一班，都係好好嘅時候。跟住到咗收工嘅時候，即係傍晚6點，要俾工錢嘅時間。咁原主咧就從後來嘅開始發工資。咁呢度咧頭先都讀過嘅經文嚟嘅。咁然後咧就嚟到先來嘅工人。當先被僱嘅工人睇到後來嗰個都可以得個1銀幣喎，咁佢哋就以為自己能夠可以再攞多啲。就係咁樣，佢哋就扭曲咗自己嘅心態，貪念就出咗嚟。因為明明家主係同佢哋講好咗，工資係1個銀幣1天嘅工作，咁點會有咁樣嘅諗法呢？佢哋當佢哋被發工資之後，呢一啲早入去葡萄園工作嘅工人就對家主抱怨啊，申訴佢哋有幾辛苦啦，希望能夠多發一啲工資，同時亦都指控家主唔公平，好似錯在家主，好似家主好似做錯咗啲咩事咁樣樣。咁但係家主嘅回答就好清楚，就講到明啦。呢度嘅紅色字嗰度就係咁樣講啦。我並沒有虧待你，我給那最後來的和給你的一樣，是我願意的。難道我不可以照自己的意願用我的財物嗎？家主好清楚講到好明白，冇虧待任何人，都係原定所講嘅1銀幣。而且家主讓最後來嗰個都有1個銀幣，係家主自己願意嘅，解得好清楚。而且更重要嘅係，家主好鄭重説明呢啲銀幣係佢自己嘅財物，佢係有權照自己嘅意願去使用佢嘅財物，作為工人嘅係唔應該妒忌。主耶穌就用呢一個比喻，
咁就係解釋咗，所以經文就繼續講，因此在最後的將要在最前，在最前的將要在最後。嗱，呢一個比喻咧就講出咗上帝嘅主權去決定上帝嘅恩典啊！嗱，我哋要記得，我哋唔係靠我哋嘅功勞去得救，我哋記得有一句就係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即係我哋得救係靠神嘅恩典，亦都係因為神嘅恩典，讓到我哋能夠去相信主耶穌。咁我哋好記得一樣嘢呢，就係要清楚諗清楚究竟嘅主權喺邊一度。同大家講一個發生咗喺我屋企嘅事呢，就係我屋企就分上下兩層嘅。咁呢，樓上呢就有阿孫孫就會翻嚟嘅。咁阿孫孫間中會翻嚟。咁有一日阿孫孫呢就落嚟我樓下嗰度，咁呢就攞雪條。咁呢就見到我門口度有兩張凳仔喎。嗰兩張凳仔係佢自己坐嘅，佢不嬲坐開嘅。咁呢，但係而家佢已經4歲啦。咁嗰啲凳仔呢就好細張嘅 BB 嗰啲凳嚟嘅。咁佢已經唔啱坐噶啦。咁所以呢，就佢嫲嫲呢就俾我處理佢。咁但係我未曾送得出去嘅時候呢，就擺咗喺我門口。咁跟住呢，阿孫孫呢就落嚟4歲落嚟攞雪條食嘅時候呢，就望住嗰兩張凳，我個噃咁樣。咁跟住呢，就大感不惑啦。咦？點解我兩張凳會喺呢度嘅呢？咁跟住呢，就要揾阿嫲嫲嚟問一問啦。咁阿嫲嫲就話俾佢知，呢兩張凳呢，的而且確係你坐嘅，坐過。咁但係呢，嫲嫲就話俾佢知，呢兩張凳呢，係嫲嫲好辛苦去做嘢揾錢嚟買嘅噃。咁所以呢，我哋就要分清楚究竟你究竟係坐張凳啦，你還是係你買嗰張凳，係要分得好清楚。主權係要分清楚嘅。喺呢一度，上帝就講得好清楚，呢個係佢嘅主權去決定佢嘅恩典俾人啊。嗱，咁我哋睇到呢一啲先來嘅葡萄園嘅工人，佢哋就埋怨主人嘅不公啊。佢哋唔記得咗原定嘅工價，貪念就令到佢哋嘅原有心態扭曲咗，最後反而自誇佢自己所作嘅工，希望博得更多嘅工資。呢一個係唔應該嘅心態。咁事件就未曾完畢嘅喎。咁經文咧就繼續記載到耶穌上到去耶路撒冷嘅時候咧，就叫咗12個門徒嚟，帶到佢哋去一邊，即係話私下要同佢哋講一啲説話。主耶穌就對佢哋講：要知道，我哋而家就上去耶路撒冷，人子即係主耶穌講緊嘅人子就係佢自己啦，將要被交給祭司長和經學家，他們會定他死罪。嗱，呢一度呢個他呢，就係指要主耶穌，並且把他交給外族人戲弄、鞭打、釘在十字架上，然後第3天他復活。呢一段嘅説話，耶穌係第3次同佢嘅門徒講嘅。嗱，要留意翻，並唔係第1次，並唔係第2次，而係第3次。第1次係幾時呢？唔係好耐嘅時候。而家我哋係講緊第20章。第1次係發生喺幾時呢？係16章21節。第2次呢，係喺17章22至23節。咁距離20章都係3章4章嘅經文，唔係好耐之前發生嘅事。兩次講完都繼續有對應嘅教導。今次已經去到第3次啊！講完之後，西比泰嘅兒子嘅母親就帶住佢2個兒子前來見耶穌。嗱，咁嗰2個兒子係邊個呢？就係雅各同埋約翰，就要求耶穌喺佢嘅王國裏面俾佢2個兒子坐喺耶穌嘅兩邊。呢一個其實係一個表示權勢嘅要求。而喺原文當中呢，呢一位母親呢係相當之唔客氣嘅。佢咧其實呢係用一個命令式嘅語氣，係向耶穌要求將佢2個兒子呢
安置喺耶穌嘅兩邊，係一個權勢嘅爭奪。英文聖經呢，就譯做 say 或者 grant 或者係 command， 冇我哋中文譯本咁客氣嘅。我哋中文譯本亦都好客氣，譯唔出嗰個裡面嗰個神髓落出嚟。喺當刻呢一啲嘅權勢爭奪，其實就表明咗佢哋仍然未曾明白耶穌去耶路撒冷受苦犧牲嘅目的。主耶穌係要去遵行父所俾佢嘅旨意，要去為人類嘅罪犧牲，用佢嘅生命代贖，用佢嘅寶血去洗淨我哋嘅罪。但係當時嘅門徒未曾能夠完全明白。之後經文就繼續記載，佢哋從耶利哥出嚟嘅時候，有一大群人就跟住耶穌。喺呢一個時候，有兩個盲眼嘅人就坐喺路邊，聽到耶穌經過，於是佢哋就大嗌：主啊，大衛之子，可憐我吧！群眾責備佢哋，叫佢哋安靜落嚟。點知佢哋就更加放聲喊叫。跟住主耶穌就動咗憐憫嘅心，應佢哋嘅哀求去開佢哋嘅眼睛。於是呢兩個盲人就最後係跟從咗耶穌。呢兩個路旁嘅瞎子，雖然佢哋係見唔到嘢，只係聽到耶穌路過，於是佢哋把握機會大聲叫，希望耶穌可以幫到佢哋。結果被群眾責備鬧佢哋，但係佢哋仍然好堅持，懇求耶穌嘅憐憫，最終成為咗主耶穌嘅跟從者。嗱，整件事就講完啦。咁究竟跟從主耶穌會得到乜嘢呢？回應翻第一條問題。咁先睇翻主耶穌現有嘅門徒，佢哋仍然係繼續喺度做緊啲權勢嘅爭奪。結果佢哋呢一種嘅錯誤理解，就導致佢哋俾主耶穌嘅教導啊。主耶穌再同佢哋講多一次，世俗嘅體制，我哋係唔應該跟從，我哋係要有天國嘅價值觀。經文係喺馬太福音20章25至到28節，咁呢段就比較重要，大家嘅筆記上面都有噶啦。咁我就喺度再讀一次，咁就聽嘅弟兄姊妹聽得到。耶穌把他們叫過來說：你們知道各國首領、主宰國民、大官都用權勢管轄他們，你們當中卻不要這樣啊！誰想在你們當中為大，就要做你們的僕人；誰想在你們當中為首，就要做你們的奴僕。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並且要捨命作許多人的贖價。我哋要學效主耶穌，要服侍人，要捨命，而唔係受人服侍。我喺呢間教會20幾年，咁即係出賣年齡系列啦。咁睇見我哋教會每一張凳呢，都係我哋弟兄姊妹自己擔，自己放喺度，放得好地地，自己收翻好佢，係一個好好嘅服侍。我係好為此而驕傲，喺呢間教會裏面，係老實講嘅説話嚟嘅。雖然我哋係真係冇自己嘅會堂，但係每一個弟兄姊妹都可以咁願意去服侍，係一個好難得同埋應該鼓勵嘅做法。咁睇翻路旁嘅瞎子，佢哋就明白耶穌真正嘅身份啊，成為咗真正嘅門徒，得到恩典同埋救恩。主耶穌就宣告，其實就係喺19章最尾嗰幾句就已經講咗，究竟跟從主耶穌會得到乜嘢呢？咁喺19章28節，主耶穌咧喺度就講明咗，這些跟隨我的人就係指到12個使徒。將來萬物更新之際，佢哋就會坐喺12個寶座上面審判以色列12支派。咁去到
19章29節嗰度呢，就係講到凡為我名，好啦，下一張投射片，凡為我名，即係話為咗主耶穌嘅名而捨棄房屋、兄弟姊妹、父親母親、女兒或田地的人，即係為主嘅名嘅緣故而放棄呢啲一切嘅人呢，將會獲得百倍嘅補償，更加會承受永生嘅盼望啊！嗱，主耶穌呢度講得好清楚，講咗兩類，第一就係講使徒，咁第二就係講使徒之外，即係我哋一般嘅信徒，凡願意為咗主耶穌嘅緣故去放棄地上擁有嘅嘢，就會得到主耶穌嘅補償。重點係我哋會喺天家有永恆嘅生命，同主耶穌一齊。所以信耶穌呢，就唔係得水牛嘅，信耶穌呢係得永生嘅。嗱，之所以之前有人講呢，信耶穌得水牛呢，其實就係因為曾經有人將呢句嘅説話寫喺啲大廈嘅外牆啊。咁我哋香港啲大廈外牆呢，你咪可以寫啲字上去咁樣樣，好似你嘅招牌咁。但係經過若干年嘅風吹雨打之後呢，永生兩個字嘅筆畫呢就被磨損咗。咁所以咧，有啲位咧就冇咗，結果咧就變成水牛。咁亦都係藉此咧就去諷刺有啲人信耶穌咧，只係為咗物質嘅回報，係好短視嘅俗世嘅眼光。佢哋亦都係未明白信耶穌屬天嘅意義。咁誰在前，誰在後呢？咁馬太福音19章30節咧，其實咧就係講到呢度就係話到好多在前最前的將要在最後，在最後的將要在最前。英文嘅翻譯咧就好簡單嘅啫，翻譯就係 first 同埋 last。咁基本上咧好多節嘅經文咧都譯得到出嚟嘅。咁雖然譯唔晒，咁但係都譯得好多出嚟。咁所以我都即係框咗嗰個英文出嚟咧，就係大家都可以見到咧，就係 first 啊、last 啊，都係咁樣譯嘅。咁呢個就譯 greatest 啊咁樣啦。咁大多數都係譯做 first last 咁樣啦。咁喺19章30節到20章34節，即係我哋今日嘅講道經文咧，總共咧其實出現咗7次最前呢一個字。咁即係最前呢個希臘文嘅原文字係出現咗7次。咁但係咧，我哋中文嘅翻譯裏面咧就睇唔到個7隻字，即係睇唔到完全一樣嘅7隻字。咁我哋會見到咩咧？我哋會見到在前的、最前的、先來的，或者係為首啊。咁所以咧，我哋其實好難揾到出嚟。咁同埋在後同埋最後咧，同樣都係出現咗7次。咁喺大家嘅筆記上面咧，就已經寫低咗嗰啲經文俾大家嘅。咁大家可以翻屋企再睇一睇。咁同埋呢度其實都寫咗個章節出嚟，咁啦，寫咗章節出嚟啦。咁大家可以知道佢係有7次啦嚇，最前嗰個字。咁希臘文咧，其實咧就好着重讀音同埋聲調啊。咁當時嘅人咧，其實好明白呢一個字喺呢一段7次都係主耶穌講嘅説話裏面咧，出現咗7次咁多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字，亦都係主耶穌好想講清楚嘅重點。主耶穌就係以呢個葡萄園工人呢一個比喻去清楚解釋，無論係前還是係後來嘅，都同樣係上帝恩典之下。去到27節咧，再一次講到呢個字，就係中文譯做為首啊，係啦，呢度呢度係啦，譯做為首。英文咧就係譯做 first 嘅。咁一路將呢個概念咧貫穿晒成段嘅主耶穌嘅説話，就嚟到呢一個位置咧，就係講到天國嘅價值觀啊。誰想在你們當中為大，就要做你們的僕人。誰想在你們當中為首，就要做你們的奴僕。
咁所以究竟邊一個係最前，邊一個係最後呢？並唔係我哋世人嘅眼光，唔係按世俗嘅體制，而係以天國嘅價值觀，就係謙卑同埋去服侍。咁呢一度咧就係講到顛覆世俗嘅價值觀啊！就係喺神嘅國度裏面咧，地位同財富並唔係能夠決定一個人嘅地位。真正嘅偉大在於謙遜同埋服務，即係我哋講嘅服侍啦、謙卑啦。因為嗰個英文中文嘅翻譯咧係怪怪地。咁同埋要相信上帝嘅公義，相信上帝係最終係會撥亂反正，獎賞嗰啲喺世俗標準下睇嚟好似微不足道嘅人。我哋要相信上帝係公平、公義、公正。咁近日唔知大家有冇留意？有好多地震發生咗啊！禮拜五就喺菲律賓有7.4級嘅地震。咁喺同日喺我哋澳洲不遠嘅 Fiji Island 亦都係有4.4級嘅地震。咁最近都好多科學家研究緊，似乎喺一個地震帶裏面咧都係會發生好多地震。咁講起地震呢，咁咧就大家都應該唔會忘記呢一個事件——汶川大地震，就係發生喺2008年5月12號。咁呢一個係8級嘅大地震嚟嘅。咁呢一位女士呢，呢位女士係啦，呢位女士呢，就係當時呢一位就係身為一個舞蹈教師嘅廖智，佢個名叫廖智，佢姓廖，叫個名就叫阿智。咁喺2008年嘅時候呢，佢只係23歲，即係我哋青年組嘅年齡層。咁當日呢，佢係同奶奶，佢嫁咗噶啦嗰陣時。當日佢同奶奶啦，仲有一個10個月大嘅女兒，生咗個女喺度食緊午飯。但係點知突然間呢，就地震，成棟樓就冧咗落嚟。睇翻網上面嘅報導呢，廖智呢位女士呢，佢其實係喺嗰度整棟樓40幾人裏面唯一一個生還者，係好慘嘅一件事。咁冧樓嗰刻呢，佢呼叫佢個女，但係當時已經冇咗回應，一路嗌都冇回應。跟住過咗大概10個鐘頭之後，連佢奶奶都離開咗呢個世界。佢好傷心，好難過。佢喺個瓦礫嗰度俾瓦礫砸住，十分痛苦。當時佢就問自己：為乜要活下去呢？呢度就係講翻佢為乜佢就係接受訪問嘅時候呢，就係問翻佢個當時嘅心境。因為屋企人都死晒啊，咁為乜要活下去呢？不如放棄吧啦。但係就喺當時呢，因為出面係有好多救援隊喺度搜救緊啊。咁突然間呢，佢聽到佢爸爸呼喊佢個名字，嗌住佢，叫佢撐住、忍耐。咁當然係用普通話啦，忍耐、堅持。就係因為佢爸爸嘅呼喊聲。佢希望繼續生存落去，於是佢開始向佢唔認識嘅上帝去禱告。因為喺咁絕望之下，佢乜嘢都唔能夠做，唯一可以做就喺心裏面禱告。佢一片又一片咁樣禱告，佢許下承諾，若果能夠被拯救，佢會將呢一份愛去傳揚出去，去傳講俾其他人。就係咁樣，佢就一片一片向上帝禱告。結果最終喺大概差不多30小時之後，搜救隊就喺瓦礫中救咗佢出嚟，送到去醫院去治療，就係為咗去拯救佢嘅生命。就需要截肢，將佢原本用嚟跳舞嗰一雙腳去切除，去保存佢嘅生命。所以大家就睇到呢一度係啦。喺2個月之後，
佢穿上義肢，即係佢隻假腳，重回舞台。廖智唔係冇埋怨，唔係冇悲觀嘅時候，但係當佢見到屋企人為佢付出嘅，佢反而更加堅強，要帶俾人更多嘅安慰。佢好努力去練習，去使用佢嘅義肢，仲喺其他基督徒關懷之下，佢開始打開基督教信仰嘅認識。佢睇到童工身上嘅十字架，佢想起聖經裏面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佢向童工攞咗本聖經去自己研讀。另外，佢仲積極去參與對殘疾人士嘅幫助。2013年四川瀘山又有大地震，佢就去咗嗰度做志願者，去幫助搭建帳篷，去分發物資，去安慰有需要嘅人。後嚟因為要研發一啲合適嘅義肢嗰啲假腳，佢就認識咗做假腳嗰個工程師。兩個人非常合拍，亦都有共同嘅理想，就係要一齊去幫助殘疾人士嘅需要。結果佢喺2014年結咗婚，生咗一個仔一個女。咁睇到廖智嘅經歷，係睇到上帝點樣喺一場可怕嘅地震去拯救呢一位女士嘅身心靈，讓佢唔單止係有重生嘅生活，更加係有重生嘅心靈，揾到愛情嘅歸宿，更加揾到人生嘅主宰。睇嚟係好不幸。廖智知道佢只係得兩條路可以選擇，第一就係坐輪椅坐埋下半世，但係佢嗰陣時只係23歲。另外就係忍痛練習穿上佢嗰個假腳嘅義肢，繼續喺舞台上面起舞。佢經過呢一啲嘅經歷過上帝從瓦礫中拯救佢嘅恩典，佢選擇忍受痛楚，最後成為同路人嘅安慰同幫助。佢知道呢一個係佢人生嘅使命感，所以佢最後佢被訪問嘅時候呢，佢後尾係成為咗基督徒，同埋佢知道呢一個係佢嘅使命感嚟嘅，所以佢係堅持繼續喺服侍殘疾人士嗰度，同佢先生一齊喺嗰度鑽研好多嘅新嘅科技。所以係啦，就係佢睇到出路同埋使命感啊！咁今日咧想同大家講多一個人物嘅，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呢一個人？咁咧呢一個人咧就係1903年至1944年嘅人嚟嘅。咁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德國人，佢係一個漫畫家。咁佢其中咧有一本好出名嘅漫畫咧，叫做《父與子》，就喺1934年至1937年咧喺德國報章上面刊登。後嚟咧就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期，好多人嘅安慰同埋鼓勵。咁我喺網上面咧就見到佢有中文版嘅。咁大家喺度諗緊，咦，德國人嚟喎，點解會有中文版呢？點解呢？因為佢呢個《父與子》嘅漫畫點解會咁受歡迎呢？佢唔知20幾年嘅時候，有人再同佢開過畫展嘅。咁係點解呢？因為原來佢呢一套嘅漫畫呢，係淨係得公仔嘅啫，冇字嘅，所以大家就唔使擔心唔識睇德文，就睇公仔就得㗎啦。咁係究竟係點樣發生嘅呢件事呢？咁當時呢，德國嘅經濟呢就唔好嘅。咁呢一個人呢，就作為爸爸呢，又失業啦，又揾唔到工，抄勻成身得返最後1蚊。結果佢就走咗去飲悶酒，返到屋企見到阿仔張成績表，哇，好嬲，又退咗步。於是呢，好嬲咁樣望住個仔，嬲到都唔想同佢講嘢。咁啊飲咗酒嘛，飲咗酒有啲醉意啦。咁於是呢，就自己走咗入房，倒頭大睡啦。咁瞓醒覺起身呢，佢哋係有呢個習慣嘅，即係可能真係早期嗰啲人習慣寫多啲字。
我哋就比較差。咁咧就習慣做咩咧？習慣咧打開本日記簿，就將佢琴晚發生嘅事咧就寫翻低落嚟。咁於是咧跟住寫完之後咧，就想過去阿仔間房度咧，就叫阿仔去翻學。點知發現阿仔就已經自行去咗上學啦。咁啊只係見到阿仔嗰本日記咧就打開咗。咁啊琴晚寫完嗰版咧就擺咗喺度。咁於是佢望下仔寫咩咁樣，望下仔寫咩。咁原來阿仔就寫：琴日心情好好，雖然呢次考試唔理想，但係當我將呢個消息話俾爸爸知嘅時候呢，佢冇鬧我喎，而且仲好深情咁樣望住我，使到我深受鼓舞。佢嗰段文字真係咁寫㗎。我決定我會努力學習，爭取下一次考好啲，唔好辜負爸爸嘅期望咁樣喎。跟住阿爸就覺得好奇怪啦，睇多幾頁，突然間驚覺自己點解睇嘢咁負面嘅呢？自己睇嘢咁悲觀咁厭世，個人點解咁煩躁不安嘅呢？唔通自己對呢個生活承受力仲不如一個細路仔？咁啊，於是咧就自我反省啦，對住阿仔嗰本日記簿喺度自我反省。咁從此之後咧，呢位爸爸咧就改變佢自己嘅想法，變得開朗積極，常常提醒自己要正面思考。其實我哋係需要嘅，我哋需要被提醒嘅。當佢學習正面思考嘅時候，第二日雖然佢見工都未曾被聘用，但係佢反省翻呢一個應聘嘅過程裏面，當中都學到唔少嘢。咁佢做咗個總結，攞啲經驗咧就改善自己嘅情況。跟住冇耐咧，佢就終於揾到一份工。之後佢仲可以慢慢揾翻佢擅長嘅漫畫插畫嘅工作，做成咗一代嘅大師啊！佢係一代大師嚟嘅。後嚟有人就訪問佢，佢就好坦誠咁樣回應，因為人哋問佢：你一代大師，咁你係咪聽講就係話從一本日記簿開始喎？係乜嘢一回事呢？咁呢個爸爸咧就好坦誠咁樣回應啦。佢就話：呢一個大師咧就並不是我，真正嘅大師其實係我個仔，佢成就咗呢一本漫畫嘅誕生。呢個係一個真人真事嘅記載嚟嘅。咁佢就去到44年就已經離開咗世界㗎啦。咁除咗佢嘅漫畫咧係洋溢好多好溫馨嘅父子情之外咧，就係阿爸同阿仔同時咧係經歷同樣嘅嘢，但係點解可以有兩種咁唔同嘅睇法呢？其實就好似今日我哋所睇嘅呢一段經文，主耶穌所揀選嘅門徒就跟從主耶穌一齊生活3年幾，理應就係最先最前同埋為首嘅門徒啊！但係佢哋睇唔到主耶穌第3次講述要去到耶路撒冷受難，佢哋仍然懵然不知耶穌嘅身份。主耶穌係主，主耶穌係舊約所預言嘅彌賽亞，係佢哋嘅拯救者。反之，後嚟路旁盲眼嗰兩個，卻係人盲心不盲。主耶穌常常呼籲有耳的就應當聽。佢哋雖然係盲眼，但係真係用心去聽。佢哋聽到耶穌所做嘅一切，心裏面就知道他是主，是要來的那一位啊！所以天國裏嘅事唔係以人世間以人一貫舊有思想嚟到衡量，主耶穌係看人心，看人是否願意相信，是否願意回應，是否願意擺上。呢一啲嘅門徒俾我哋有咩提醒呢？所謂門徒，但係愚昧無知，咁我哋有時都會係咁。喺啟示嘅光照之下，就真係唔係好似聖潔嘅子民。我哋要切記，唔好成為 social club。求聖靈時刻提醒我哋，唔好成為帶住聖經扮成信徒嘅 social club。
要知道我哋聚在一起成為一間教會，係要以耶穌基督為元首，係被賦予使命嘅一群蒙恩嘅罪人，係要離開我哋嘅安舒區，在世而不屬世，喺呢個歪曲謬誤嘅世代裏面，去見證呢一位創天造地、昔在今在永在嘅創造主耶穌基督。主耶穌喺呢一段經文裏面有3個問題，咁我冇打出嚟嘅，不過喺大家嘅筆記裏面已經有噶啦，就係最尾嗰三條問題，就係問你們為什麼整天在這裏閒站着？就係對住葡萄園嗰啲工人門口嗰度，就係講咗呢句説話。跟住對住西比泰2個兒子個母親呢，就講你們要什麼呢？對住盲眼嗰2位就問要我為你們做什麼呢？嗱，我哋有冇諗下有啲乜嘢我哋可以為主做呢？做喺最小嘅弟兄上，就係做喺我身上。呢個係主耶穌講嘅。照顧孤兒寡婦，看顧有需要嘅人，例如無家者。我哋可以去拯救失喪嘅靈魂，向未信主嘅去傳福音。我哋有冇思想主耶穌其實想要乜嘢呢？唔係成日都係主耶穌問我哋要乜嘢，我哋有冇諗過主耶穌要乜嘢呢？主耶穌要嘅係我哋嘅心，唔係話要我哋劏開挖個心出嚟咁嘅意思，唔係咁樣樣。但係主耶穌係要我哋個心，係要我哋以父的事為念。我哋有冇諗過，我哋可以為主做啲乜嘢呢？生命嘅擺上，將主耶穌喺我哋生命中嘅恩典活出來，講出去，去為主做見證。嗱，今日最後一張投射片呢，就唔係金句嘅提醒，而係一個場景啊！大家可能好熟悉嘅場景。呢一段嘅經文就係記載喺《使徒行傳》9章8至9節，同埋17至19節，係講咩呢？就係講到掃羅從地上起來，睜開眼睛，竟不能看見什麼。有人拉他的手，領他進了大馬士革，3日不能看見，也不吃，也不喝。17節至19節就講到亞拿尼亞就去了，進入那家，把手按在掃羅身上，說：兄弟掃羅，在你來的路上向你顯現的主就是耶穌，打發我來，叫你能看見。又被聖靈充滿，掃羅的眼睛上好像有鱗立刻掉下來，他就能看見。於是起來受了洗，吃過飯就見狀了。呢個場景相信大家好熟悉，就係掃羅喺大馬士革遇上主耶穌。有冇諗過點解主耶穌以大光迎見掃羅，最後令到掃羅睇唔見嘢呢？當刻佢唔知道自己要盲幾耐嘅，大家代入去個角色諗一諗。我哋其實會唔會有時都好似掃羅咁樣有眼睛，但係睇唔見上帝嘅恩典？但係當掃羅睇唔見嘢嘅時候，就係真真正正經歷主耶穌俾佢嘅恩典。就好似今日嘅經文所講，路邊嘅瞎子，佢係用心眼去睇得見上帝嘅恩典，而唔係好似當時嘅門徒只係睇得見世俗嘅權勢利益。引用琴日上馬維坤牧師嘅讀書會，佢當中最後嗰課呢，就係對《使徒行傳》有咁樣嘅講法，就係7隻字：看清楚，你能看到。究竟我哋有冇用心去睇到上帝俾我哋過往咁多嘅恩典呢？讓我哋同心禱告。慈愛嘅天父，感謝你俾我哋繼續喺馬太福音嘅學習，俾我哋拉闊一啲，從比較宏觀嘅角度去睇經文，俾我哋有好好嘅提醒。守律法、遵誡命都唔能夠完全拯救我哋，唯有係主耶穌你嘅恩典、你嘅寶血去覆蓋我哋嘅罪。求聖靈幫助，
引導、督責，讓我哋能夠保持良善、正直、寬容，將天父你嘅恩典去讓人認識，將你嘅愛去與人分享。以上禱告，奉靠我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